我会当帮你化解。靠你，我敢会化这符吧？来啦，我帮你破一卦吼，看你最近运势安怎？你阁会晓算命？拜托的，我扑落钱的呢。才扑咯，我可以扑龙讲吧。来，咱今仔日咧有垃圾、锁啊、甲手铐，你想要安怎算？无，等下这毋是摕来算命的吧？这是啦，这是最近上新的算法。无你甲我解说一下，垃圾要创啊？垃圾咧，替你点一条光明路，互你跋输囝阁袂走咯。就才像跋鼠叫啊，莫伫遐甲我笑衰好无？啊，迄落锁啊咧，锁啊吼，来啦，阮遮创啊有牵红线服务啦。什么看啥？这是看蒙吧？我是来算命，毋是来算命的好无？啊，你手铐咧，这绝对毋是摕来算命的吧？哦，你发现啊，迄我个人的兴趣啦。个人兴趣都莫甲我摕出来啦！你有别项无？来，你甲目镜起来吼。目镜？你伫运动学呢？等嗨啊！你规身躯吼，拢散发着乌气啦！这就是元清祭祖咧，甲你包围啦！你敢要先甲你的乌目镜摕起来？哦，